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如果你而家仲覺得自己份工好穩定，20年後仲有得做，咁你可能要重新諗一諗啦。Elon Musk 最近多次公開講過，再過20到30年，我哋呢個世界會徹底變樣，超過90%甚至95%以上嘅工作將會被 AI 同人形機器人完全取代。如果你今日唔開始準備，等你發現嘅時候已經太遲，你會被呢個急速轉變嘅社會徹底淘汰。Elon Musk 嘅核心觀點就係AI 單靠軟件唔夠，一定要加埋實體機器人，先可以真正改變全球經濟同人類生活。咁佢係點樣講呢？佢話體力勞動幾乎100%會被取代，例如工廠、建築、清潔、運輸、農業等等。仲有知識型工作，80%到95%都會冇得做，好似律師、醫生診斷、會計、programming、翻譯、客服、金融分析等呢啲行業。連創意工作、寫作、設計、音樂、電影都會長期被 AI 超越。唯一短時間內相對安全嘅就係極少數需要超高創意、超強人際互動或者現場即興判斷嘅工作。但伊朗都強調呢啲最終都將會逃唔過。咁係咪真係咁恐怖？真係乜都冇得做呢？其實唔完全係。我哋今日就嚟詳細分析邊啲職業喺2050年依然難被取代，邊啲一定會死。第一係性工作者。點解？因為人類最想要嘅唔單止係生理滿足，係真實人類嘅親密感、情感連結、觸感同即興互動。就算將來人形機器人皮膚做到99.9%似真人，你心入面永遠知道佢唔係人，嗰種心理滿足永遠欠奉。日本同德國高級性愛機械人搞咗10幾年，市場佔有率到而家都少於5%，就算到2050年都頂多係輔助，係取代唔到嘅。第二係頂級職業運動員。大家買飛睇 NBA、世界盃、奧運，好多時唔係為咗睇邊個跑得最快，係為咗睇人類嘅極限、血汗、故事同情緒。機器人可以另開機械人聯賽，但人類永遠都會有人類組，好似而家摔角同電競分開兩條線咁。第三係頂級現場表演藝術家。AI 可以作曲，可以唱，但現場嘅當下能量，嗰種不可複製嘅即興同氣氛，機械人永遠俾唔到。你買飛去睇 Taylor Swift 演唱會，買嘅係回憶同共鳴，唔係完美音準。第四係心理治療師、高端人生教練。人最需要被另一個有血有肉嘅人真正理解同共情，而機械人永遠有奇異谷問題，好怪。第五係幼兒園老師、小學低年級老師。大家都知，3到7歲嘅小朋友最需要真人嘅擁抱、眼神同情緒感染，而機器人係俾唔到呢啲安全感啲小朋友嘅。第六係米芝蓮3星級頂級廚師，唔係味道問題，係人設同故事。人類肯為一個傳奇廚師嘅故事俾幾萬食一餐。第七係宗教領袖、靈修導師，信仰係神聖投射，機器人永遠上唔到神壇。第八係原創科學家，日常數據分析、蛋白質折疊、模擬 AI 已經贏晒，例如 AlphaFold Grok 級別。但真正嘅跳出框框、原創洞見，好似愛因斯坦、費曼咁 ，AI 到2050年都仲未識。將來90%科學家會變成 AI 助理使用者。但最頂尖0.1%嘅開荒者仍然可能係人類主導。第九係頂級企業家、創投家，呢班人要判斷人類未來想要乜，需要偏執同瘋狂。AI 終究都係唔夠人性。第十係政治領袖、社會運動領袖，群眾需要有血有肉嘅英雄。機械人上台演講永遠都係怪怪地。綜合以上所有真正難取代嘅職業，我估計全球就業人口入邊大約只有12到18%。到2050年仍然需要大量真人做，或者機器人只能輔助。所以呢度要修正翻 Elon Musk 嘅說法，佢話80到85%嘅工作，好似體力勞動同埋標準知識工作，其實幾乎100%會被取代。而12到18%嘅工作，人類仍然大幅主導。結論係豐饒時代一定會嚟，但人類唔會完全冇嘢做。我哋會由為錢工作變成為愛、為意義、為人性而做嘢，剩低嘅工作反而係最人性嘅一部分。佢話長遠嚟講，人類真正需要去做嘅工作會少於5到10%。工作唔再為咗錢，而係變成 hobby 興趣、自我實現。如果90%工作都俾 AI 同機器人做，我哋大部分人會點？Elon話工作會變成可選，好似種菜咁係興趣。錢會變得冇意義，因為生產力爆發，貨品服務極度便宜，貧窮會消失。雖然我唔認同，唔知大家有乜嘢睇法？佢仲話真正嘅經濟將會由 AI 加實體機器人主導。所以你而家做緊嘅工作喺邊一組？你覺得自己20年後仲有得做，定已經要開始轉型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之後我會出更多關於 AI 嘅影片，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同開鈴鐺，唔好錯過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
我係 Mr. 芬，我哋下次再見。